什么感情互伊，小姐？我这是私人分局。迄3000块咧，收人客钱就是唔对。我是新河的所长，绝对无法度允准这款代志。我看吼，去做白嫂的所长好，伊一通电话你就相信家己的员工收钱，你对员工一点仔基本的信任都无。我已经甲伊买名牌的画面摕去社会局检举了。若是我甲黄五柳演好倒，你就当新河大家面甲我会师咧。那你无才调咧？我就去黄五柳演搭会师咧。好，请教。上无少年20岁有哦。这两位吼是今日要看谁厝卡啦，帮我是一个好厝卡。互阮新河做第二厝主去摕厝卡。我要做迄50岁以上的啦。这个白马里吼，厝遐侪景点。恁今日吼就先踮遮休困一